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班开始，心意一合，爱强启慧6月爱强启慧班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恭请点传师慈悲。恭请杨点传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点传师者。点传师准。请坐下。人师，各位领任、副领任、各位局长、各位处长、各位同修大德，大家早安。传师准。今日这个当来咱中间的活动好的这个电筒来做伙来演绎1个月一班的这个体育班，使讲咱来感恩上天降福之恩，咱老祖师的这个风传台湾，以及咱师尊师母为了咱的这个大名用因，罗这一个5大医生，以及咱的经理咱的义修大仙安监庭咱邱监庭、副监庭以及各位教师有这个安排，咱今日到这个地方再来做伙学习这个体育班呢，会使讲是每1个月例行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班务为什么叫做体育班？就是要启开咱的智慧。真正这个启开咱的智慧呢，有分做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伫咱求道的时阵甲咱点开，甲咱启开迄个开窍，打开咱的窍门，互咱会当来知影讲对对来，要对对待。因为人生最大的这个代志，人生一大事因缘，就是咱唔知影生死这条道路。所以咱60几年来迷迷糊糊，而且咧用道轮回，是安怎？是因为咱无去拄着怨恨一中，咱拄啊等60几年。拄啊等着这个时阵，进入白羊期，咱才有这个大开普渡的这个因缘。叫做三足普渡，就敢若讲咱7月，一冬的7月有3摆普渡，就是上元普渡、中元普渡、下元普渡，就是初一普渡、15普渡，甲这个回尾普渡。咱即摆拄啊是一冬内底的这个回尾普渡。叫做怨恨一中，这60几年来，咱的圣人先佛拢毋捌甲咱讲，毋知影无甲咱讲天时的应运，所以伫这个红宝训主时代内底，甲咱讲，这个天时已经行到受天受地受万物的这个时候。所以每一个人拢爱来上法主，来求大道，才会当来脱离生死轮回。所以咱逐个点灯时阵，
点样书，伊跪伫遐咧跪托的时阵，拢安尼讲：莫可一竹识微言，莫可一朝是位言。就讲莫可一竹，就讲即个三题上紧就上过啦，青阳过啦，红阳过啦，白阳过啦。那么青阳的时阵是咱大人尔。前面讲迄个时阵，伊的宽限是安尼个度嘛。到红阳的时阵，色天无流的时阵嘛是度啦，伊的宽限嘛是度啦。但是到米莲粉10800年，伊的宽限就是三泽普渡，神情贵济度。是安怎？是因为这天时，这个天地咧修完啊。所以讲，莫可一竹识微言，伊过去拢捌讲过。明人在处所一番，明人就是啥？明人就是师尊、师母，就是花青子甲水青子，咱一关学起叫做明啦，就是咱个师尊张天地甲咱个师母孙祖者。因当领天命，所以明人在处所一番，而且甲你讲啊，要何啥？渔夫适得还乡道。迄个渔夫就是啥？就是讲，不管你的智商像柯文哲讲157了啦吼，还是迄个，还是啥？还是迄个智商较低，像咱平常这咱拢叫做渔夫啦。因为咱头100字，咱个智商好100，500以内面尔。无甲像柯文哲迄个157个，但是157个没关啦。因为咱用57出来用，100去点平台。所以呢，渔夫适得还乡道。你每一个人，佮较无的人，佮较好的人。你拢会当了解要转的这条路，渔夫适得还乡道。这条路伫倒遐？请问这条路伫倒遐？生来死去见当前，你生来甲死去见当前，你多里面目睭前，108000里，西方108000里，近伫倒遐？眼睛。眼睛，而且这个名书甲你点这个所在，这个叫做窍门。所以咱今日第一阶段叫做开智慧。你有听过？我听过迄个节目来讲，你来求道叫做开智慧，开启智慧的第一阶段。那么咱第一阶段了，安尼，咱有精神。未清醒啦，你点着未清醒啦，就是啥？要透过开放，因为过去是啥？过去是生死搭定，即摆啥？即摆是生日搭修。你得到了，无代表你能干活，所以要透过啥？透过慢慢来修，慢慢来修，透过真理来甲你教育。所以呢。开了真济这个法会，开了真济个班，伊目的是要创啥？要互咱用这个真理来洗涤咱个心性，会当恢复咱本来面目。咱拢对世间拢咧追求富裕，对不对？真正富是啥？真正富就是你个本来面目无失去。咱叫做真正富啊！那么真正贵是啥？就是你的自信无去互受着污染，安尼叫做富。毋是世间的这个钱财，世间的名利，迄叫做富贵，毋是。迄拢短暂的尔。迄连佛来讲的，迄拢小客气，拢小迄个形河沙数的迄沙遐细粒，迄无重要。真正。